次世代基因检测除了会用应用伫癌症的体检、诊断、甲预后的评估以外，另外伫癌症的用药嘛会用更加精准，提升癌症病友的存活期甲生活的品质。目前健保给付次世代基因定序的检测，对今年5月上路，总共有19种癌症的基因体检纳入健保的给付，包括非小细胞的肺癌、三阴性乳癌、卵巢癌等14大类的实体肿瘤，甲5大类的血液肿瘤等。基因检测是对于所有癌症的病人都适合是现在是健保有定额补助这个金额它是针对是癌症的病人19种的癌症类别它有分为单一个基因的另外就还有是分为还有那个小套组跟大套组就有不同的金额的补助，但是这个差额来说，还是暂时来说，还是要病患自己付这个差额。目前次世代癌症基因的检测分做自费广泛性甲健保的一般型。广泛性因为费用较悬，全面性的检测会用检测出较切看的基因突变，作为治疗的重要指引。而一般性的检测项目较少，一般医疗用药的基因为优先，而且是有条件的给付。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